屋企升級智能家電，電子門鎖係首選，唔單止可以提升家居安全，出入都好方便。今次同大家介紹 Bosch 呢一款 EL600VF 智能門鎖，睇下佢有幾犀利啦。Bosch 跟足德國嚴謹標準，品質絕對有保證。EL600VF 採用 3D 人面識別，可設置40至90 cm 範圍感應距離，自動精準解鎖，而且佢採用雷達偵測，無論日頭定夜晚，光線較暗嘅地方，甚至戴咗眼鏡都可以輕鬆辨識。除咗人面，佢仲有多種解鎖方法，滿足唔同解鎖需要。隱藏式半導體指紋解鎖，又快又準，支援防窺虛位密碼，隨意前後加數字，唔怕俾人睇到真實密碼。可以用手機 App、智能卡及機械鎖匙開門，無論屋企長者、小朋友定係工人姐姐，都揾到最啱自己嘅方法。室內面扮有3.97寸高清大芒，配合160度超廣角同高清夜視鏡頭，門外齊放一覽無遺，仲內置咗智能門鈴，撳鐘手機會即時收到通知，出門要放下即時視像通話，遙距開門方便又安心。24小時雷達監測，隨時感應門前異常。手機 App 可以隨時睇翻記錄，萬一門未閂好或者電量低，都會即刻通知你。電量方面，使用5000mAh充電鋰電池 ，Type-C 接口充電好方便。高強度鋁合金及 3D 鋼化玻璃面板，做足抗腐蝕測試，最啱香港潮濕多變嘅天氣，襟用又美觀。如果你追求科技感同嚴密保安 ，Bosch 呢把 EL600VF 智能門鎖係你最佳選擇。而家官網有優惠，想了解更多就快啲嚟睇下啦！